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网红巴强，最近来发布着中国统战纪录片的上集，主要是咧讲中国利用着网红来统战着台湾。昨深夜，巴强阁来发布着下集的预告片，会当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直接来点名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村。虽然也未清楚为何要来点名着詹江村，不过詹江村本人是赶紧开直播来回应，而且詹江村讲伊打算要来告巴强。越来越好玩，越来越好玩。詹总，我们哪里见？我们海峡岛报见。点名詹总的詹江村，网红北京伫中国的统战纪录片的顶半集，也出到统战的内幕，让大家真着惊。伊个后一集将会搁再公布秘密录音。这个中共的媒体是直接点名桃园市议员詹江村。村长，然后那个詹江村市议员。这个东西如果是牵涉到纪委的话，你赢的可能性非常小。没有去过海峡岛报，海峡岛报在哪里？海峡岛报你可以跟我联络，我愿意当中间人了。忽然间有第二集男主角，我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詹江村阁出来讲，关于做对中国的中间人，严格50分钟的直播，都是拢无解释，怎会去互海峡岛报点名。唔但网友条件，北京也伫 Threads 顶管发文章，打出詹江村甲海峡岛报记者的对话，笑讲我讲互你跳，啊你真正都跳落呢。詹江村透过微信问海峡岛报记者使用，除了捌伫台湾接受过林驻台记者的采访以外，我都唔捌认得，他加做第2集的男主角的。使用都甲安大讲，关键在门口买的，估计是头牛外跳。严格网友嘛呛讲，笑死人！啊，这根本就是咧证明家己甲中国有咧联络。11月8号嘛，不久之前而已啊，把采访的内容，就是给我嘛，好友认证，你才有办法通话。那我觉得我没必要跟他通话啊。他采访他没给我通告费啊。詹江村电出着对话记录，承认有接受海峡岛报采访，严格交代无接受中国微信加朋友的申请，嘛要告北京诽谤。严格即嘛颠倒互中国要收台湾网红的统战话题，继续传销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